放完假又要返工啦，要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，先講啲特別嘅交通情況。運輸署宣布，受到水管爆裂影響，跑馬地盤龍道往基連坊方向近南塘道嘅唯一行車線已經封閉，車輛需要改經南塘道同埋基連坊行駛，經過嗰頭都要留意。首先關心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公主道南行線近愛民村過海，用紅隧交通繁忙，要11分鐘；而西隧暫時行車暢順，要12分鐘。跟住轉睇下，行加士居道東行線近香港理工大學，用紅隧過海係交通繁忙，要10分鐘；而東隧暫時行車暢順，要11分鐘。預翻鬆啲嘅時間出門口啦。跟住關心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大老山隧道公路近石門，出九龍東、中同埋西方向都係行車暢順，出九龍西要12分鐘，九龍中要7分鐘，九龍東就要6分鐘。跟住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花園道落斜交通正常，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入口係大致暢順，干諾道中近交易廣場有車龍。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路暢通，海底隧道香港入口開始多車，皇后大道中近花園道係大致暢順，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入口路暢通。交通消息講到呢度。